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阿强啊的解放军东部战区，无讲无打，就伫咧透早来宣布，讲即日开始，伫咧台湾海峡的四周边进行军事演习，而且是直接来呛明，就是针对台独分裂的势力。国防部长顾立雄讲，29号就专程掌握着状况，伊嘛痛骂阿强的行为，就是麻烦的制造者。 乘风破浪监控强军的军舰，广播陆续公布电弹军舰监控强军的山东舰，以及 IF-16监控中共901型快速战斗支援舰，拢是为了反制强军这个行动。 透早7点半，解放军东部战区雄雄发布中英文的军演消息，范围包括台湾边海域其中一支航遥图模影片头一摆出现。台北市的街景有101大楼甲汉口街，更加直接讲，就是针对台独分裂势力。 29号这个山东号从金门角出航，我们事实上就已经一直陆续在掌握相关的动态。我们会在9点钟成立应变组。强军的动态，国军拢有掌握，对方的信息战即摆嘛有所变化。甲英国4摆大范围为台湾的军演比较起来，2022年8月份佩洛西来台湾，强军以多兵种联合战备警巡甲实战化演练的名义发动演训。 2023年，蔡英文访问美国会见麦卡锡了后，强军举行头一摆联合利剑的演习。2024年第一摆围台军演维持这个名称，延过到这摆军演呢，一改较在文宣风格，对了中有写进别的2字。 搁伫台海边啊部署各种的强舰，今仔伫去年开始，就搁开军演的直播。这样子的一种作为，可以充分的反映他对这个区域和平稳定的一个破坏。这个显而易见，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麻烦的制造者。国防部严定以台总统府嘛强调讲，全面掌握情势，面对强军的演训，做好全面的准备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